书直播结束了，结束这2个字按下去，上面有在跑。那跑完了怎么没有退出啊？还是要按退出？按退出啊！你手机右下角像左的箭头又退出哦，按了退出了，结束2个字，这样按下去都不会动了。有像这样上面那样跑，跑完了也没有动啊。那按右下角操控键，操作的键，向左的退出键，跑完了，上面跑完了还是没有变呢，再按结束，也不会退出来的，这怎么这么奇怪啊？